我们这个服务团队经常受到民众的陈情啊，被流浪狗追逐或者有人弃养流浪狗啦，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投诉啊，民众希望我们检举，我们能不能拿出具体的方式？我来找地方，我把这5个地方找出来之后，确定在这个地点一定要有一个很长很大的经费来挹注来支持，才有办法。所以我们商讨了之后，就确定了说没有问题，那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推动这个原本市政府就有想要做的一个既定政策，来协助市政府把这件事情做好，在人和浪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要有的责任，你光给行政单位，他们没办法去容纳这些的工作那么大量。所以我还是呼吁，不管是地方的里长、邻长，甚至是地方的动保团体，各方面大家要共同来努力。我想，流浪动物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普世价值，怎么让它生活得好，但是又不能影响到人的生活，我想是未来大家一个重要的课题。重点在于这些的源头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再加上后面还有这些后送，然后把后送的单位再来个别的训练成另外的工作权，也不是不可行的。那我觉得踏出这一步，给全国各县市的有一个好的榜样。这里是2公顷，大概我们现在先一半的一个状态去做我们那个暂支区，大概可以容纳200只。那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再有经费的话，可以再扩大。那这个环境的话，大概这200个这些我们的犬只啊，大概是以收集我们那个仁德区，尤其是成功里为优先。这边的区域未来还是会开放认养。就是说我们把狗训练好，那我们先进来以后做好训练，放在我们毛孩生活村以后，然后再把狗狗在这边做认养的一个动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近年来不管是台南市还是其他各地，都有频传有一些浪跟人产生一些冲突的问题，甚至咬伤人类，咬伤市民朋友们，或是咬伤这个动物的这个部分频传。每次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那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我们设置这个毛孩的临时收容所，能够让这个毛孩有一个比较舒适安全的家，也不用每天在外面流浪，甚至为了食物或是为了其他的情形来攻击人类或其他的动物。那我们未来还是持续在各地方来找寻动物的临时收容的地方。以这个仁德生活村来讲，我们是主要是第一个首要是收容仁德地区的浪，其次是收容新丰区的浪。如果还有空间的话，才有考虑其他的地方的浪的收容。我想台南市的土地面积是2192平方公里，没有理由找不到其他的这个收容浪的地方。大家既要能够减少浪在街头上对人所产生的威胁，但是又要找到地方。那这点我们是希望市民朋友多支持。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2月2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丁仔卡到底敢会当停机慢车，甚至是摆搭停汽车，一直是争议不断。嘛，身为议员关心的焦点。上午伫个议会第3读会，交通局长王明德特明确表示，伫个明年1月正式公告会当停机慢车进前，拢是用宽道代替此地。至丁仔卡停车的驻地条例，议会经过政党协商以后，决定暂缓，等待交通局公告实施以后，才来检讨定案。
顶下到底该当停车？虽然过去维设1.5公尺范围内和行人通行之下原则同意，不过一旦面临检举，依法警方也是需要开单，已经引起民怨士气。对此催生顶下停车管理驻地条例，嘛成为这届议会不分哪里强烈监督的焦点。觉得我们用1个月公告，我主席如果真的必须要完整的公告得起这个过流程的话，我觉得1个月也太久了。这个本来就应该很早就应该执行的。所以咱即马干那要用这个乌多麦，咱嘛爱把1.5米留出来嘛哈。搁来，伫咱台南市道路人口多，所以足侪市路话嘛是咧排做生意啊，但是做生意这嘛袂通啊。所以我唔只讲，黄市长，你搁2年当中，好好的把台南市的市容整顿好，互咱的交通会当顺畅刷落去，搁乌多摆会当停嘛。我要申请红停唔红停，他还是有权益的啦。这个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啦。好，啊，无我跟你讲，咱甲你个顶下卡停去，结果呢，伊的车放伫内底，伊本只申请使用这脚，伊就车库啊。哦，这个也影响他的权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个案子其实我们先等交通局年底公告完范围之后，那运行一阵子之后，我们再回头讨论这个法案是不是有继续审下去的必要性。好，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可能跟大家报告，也跟议长报告说，我们其实建议这个法案我们就先盯着了。好，那我们后面待交通局新的政策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必要再回来审，或是订立这个规范，我们再来讨论。当然，在无抵触中央法规之下，明年1月公告就是原则同意对停机慢车开始试办，至到年底这段时间，就是以款道代替处地。而且根据政党协商，就希望交通局公告实施以后，检讨成效，再来制定驻地条例。目前我们台南市的做法，就是一定要画白色的机车的停车格，才能够在不妨碍人行的情况之下合法的停放。那当然，这次最近大家讨论，我们现在朝向未来是用公告的方式留下1.5米的行人通间之后，接下来就不用画白色格位就可以来停放。这个是明年1月1号要实施的。那当然，在1月1号实施之前，我们已经有先用一个交通部的这个会议的函释，可以先用劝导来代替取缔。目前为止，在机车的部分，中央有让地方可以有自主的空间，但在汽车的部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这是中央的法律。我们也没有这个逾越法律的空间，所以暂时在这个汽车停车以及骑楼设摊的部分，可能我们还是要没有办法在现在做。那但是现在就是先对于机车停车的部分，能够来办理看看。但是整顿启用对顶下对行人的优先，甚至整平做起，进一步面临开放停车难题，如何创造多赢，市民拢在期待。台南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市会国民党团新任书记长林彦竹的交接典礼，伫好友市党部主委谢良介亲自监稿，市长黄伟哲甲议长曲丽丽拢到场观礼。书记长林彦竹除了呼吁无分党派发挥监督市政的力量，甚至阁寄望黄伟哲将市长交棒予谢良介。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新任书记长林彦竹顶3场的交接典礼，立刻由国民党市党部主委谢良介代表党中央颁发评书正式上任。因为上午拄好是这届大会第3大会结束，所以包括议长曲丽丽以及市长黄伟哲拢到场观礼。虽然政治理念无同，不过对市民的关心拢一致来表达祝贺。感谢各位哈，其实。台南市议会这是一个大家庭。那虽然有不同的党派，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在对于市民这个都关注的事情大家都非常的一致哦。就刚刚我们议会在开会，其实朝野党团也都针对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有提到说，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努力为台南市争取。那也希望很多市民共同关心的事情，我们不分蓝绿白，也不分无党籍大家一起来努力。在艺术殿堂内底，会当讲是充分
充分的发挥监督市政，那我们也是理性问政。那我们私下呢，虽然我们不同政党，我们私下也都是我们台南市议会的非常好的同仁朋友。那我相信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让台南市的未来能够越来越好。那今天先恭喜国民党团的交接，谢谢。新任书记长林彦竹对顶一任书记长柯志春手中接下印信，除了强调专业监督为顾省把关，嘛希望找新人选里长、选议员为国民党助力划水，甚至寄望市长吴伟哲嘛交棒给嘉良界新员。有对选里长，包括议员有兴趣的，都可以来找我们国民党的议员们。而且是里长，为什么？我们希望说他能代表我们国民党来选里长跟议员，让我们未来真的可以在那个议会过半数，这是我的期许啊！今天看到你跟我们龙盖先很好哦，就是你要交棒给我们龙盖先，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哦。我来要把它下代表本报立场了。刚刚市长刚好借着书记长在讲话的空档就希望我们不分党派在中央对于财划法能够为台南市的财政能够多争取一点，而且在公平的基础下呢，让台南市的财政继续改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所以刚刚市长是在讲，那对于我也跟市长报告，不会只有一个版本。那党中央尤其是行政院不断放话说钱给了地方，地方都会乱发，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每个地方都会珍惜每一分钱，我想每一个县市执政的县市长都一样的心态。所以刚刚市长是在交办，那因为现在只有国民党一个版本交办不是交棒书记长林彦竹的交接典礼，除了市长、议长拢来，包括市府以及主管嘛拢来观礼，呼吁齐声为台南加油。台南加油！台南加油！台南加油！加油！台南新闻军职林银光采访报道。历经脑部手术行过生死关头的台湾导演曲全利，当年投入3D 影像创作，为2014年创作《美丽台湾》，带予大家台湾的美丽甲感动。今年再度推出感动纪录片《台湾超人》，由凯尔集团伫台南率先包场首映，希望透过电影记录的生命故事，将爱甲善的正能量永续传落去。由曲全利导演这部感人的电影《台湾超人》，虽然12月6号才正式来上映，不过凯尔集团伫11月29暗时，伫台南的成功影城率先来包场首映，邀请将近400位的观众做伙对着台湾超人，希望将这份爱甲善的正能量永续来传落去。台湾超人这部电影，事实上很多人拍电影是为了拍电影。但台湾超人他并不是，台湾超人呢，他是一股善与爱的正能量。就像我现在站在我这边的庄董跟张总，其实，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一股善与爱。但现在台湾的社会，我们希望更多的把这股善良跟美好把它呈现出来。其实祈祷之前的那个美丽台湾我就被他很感动了。所以知道他这一次又拍了这个台湾超人我二话不说，一定全力支持啦。台湾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谢谢曲导，让我有机会呢，透过凯尔来办这场台南的首映会。那凯尔希望呢，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大家知道正能量在台湾、台南的重要性。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在12月6号一起进戏院支持台湾超人。伫个电影会进前，凯尔集团嘛邀请民众做伙甲导演来互动。伫个翕相的过程，不管是比爱心、比赞，或者是比超人的动作，导演曲全利嘛拢非常的亲近甲配合。导演表示，伊拍这部纪录片拍了4档，收集了100位激励人心的故事。希望民众伫个看了这部电影，拢会用个感觉家己是幸运的，并未艰难。台湾超人，我们总共拍了4年。
总共目前拍了将近有100位非常非常激励人心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在电影里面，你看完电影以后，你会发现你现在人生你遇到的代志，哇！你讲你偌歹命啦，偌安怎艰苦，其实拢无影。你看电影出来，你家己会笑，原来我是足幸福的，足侪代志，原来是咱人生的过程尔，并毋是真正的艰苦。你看到这个人命运无同的人，既然为着生命的价值，做出遮侪伟大的代志。在映会中，包括市长黄伟哲、议员曾子杰，嘛拢特别到场来表达支持，希望借由真实的生命故事，激发大家，让台湾的生活更加美好。在这边，谢谢我们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齐心，那能够让我们这个城市更加美好。我们也一起努力，希望接下来大家接力，能够让这部《台湾超人》能够正式在商业电影能够让更多人感动。我想说，这个也谢谢渠道。最后，主办单位凯尔集团嘛，希望大家共同来支持台湾超人院线集资的计划，让超人们的生命故事会用永远传落去。同时嘛，让更多囡仔甲民众透过大荧幕感受台湾超人的力量。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演员台南棒球魂，台南棒球历史特点，在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登场，以青春热血演员为主题，来看台南棒球的100年发展。开幕动工，邀请到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选手潘杰凯、邱志成，以及教练林月平、高志刚，吸引真侪球迷来看这场台湾英雄的风采。台南市府为今年初规划办理棒球特展，回顾台南棒球100档风华。开幕时间正拄到世界12强棒球比赛摕到冠军的日条，统一赛选手潘杰凯、邱志成、教练林家平等人拢来参加，嘛看各校校棒队做活动。很高兴站我们地主台南的所属的球队为所有台南的一个指标，那为我们台南市民去争取最高荣誉，回到我们台南市。希望安排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棒球名人，然后跟我们的市民来做互动，了解他们整个为我们台南市也好，为我们国家也好奋斗的过程。展览以青春热血演员做主题，分5大展区，借着看板、动画、灯箱等等，呈现100档内台南的棒球名人大事记。甲在地职业球队统一赛发展，尤其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将伫明年2月份完工，期待予棒球选手一个好的环境。希望新的球季可以尽快来到亚太比赛这样子。旧的球场当然有感情嘛，因为在那边创造很多回忆、很多胜利嘛。然后也希望在新的球场，我们也可以继续创造更好的佳绩。台南市我们会持续努力，在我们3级棒球加上成棒的部分会持续加油，希望继续发光发热。今年会当讲是棒球历史的新里程碑，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共同见证台南发展成为台湾棒球城市的决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曾顺良自由会第20届爱在东区优秀特警合作表扬，甲反毒、反暴力、反霸凌摇滚音乐会，伫后甲国中演艺厅举行。这届总共有东区4间国中、9间国小200位学生得奖。今年阁特别请来由台南市立病院基金部的主任苏世荣医师担任主唱的玫瑰木乐团进行表演。不要再说爱，不要难过，不要再梦见谢谢你的好。在玫瑰木乐团的乐声中，
良友会优秀特警学子表扬各开事务，200位得到表扬学生，拢是由校方根据在校成绩以及家境来推荐。今年的活动以音乐会形态来进行，现场气氛相当的温馨。玫瑰木的这个音乐会我已经听了第2次了哈，那但是感动的程度呢比上一次更感动，因为结合了我们曾树良议员的东区之友，那这样子我们同时颁发这个奖助学金给我们清寒的学子，那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他们呢可以勇敢的面对生命的困境，那不要轻易的放弃生命，好，可以在我们的人生中持续的不断的继续努力。良友会爱在东区优秀特警学子表扬活动，今年已经是迈入第20档。在疫情之前，大多拢是以餐会方式来进行。疫情期间虽然无中断，但以校园刺激方式来展开。为了让活动更具意义，今年邀请玫瑰木乐团进行表演，并结合反毒、反暴力、反霸凌，用歌声唱出真实感人的生命奋斗故事。也把这个生命教育，还有对人生很多的启发，这些故事、音乐带给特进学子。那真的非常开心，今天有这样的活动。那我相信我们在这4年的巡演，每年至少1年影响到10万个学生的生命行为。那我们除了在全台湾各地演出之外，当然最重要要把我们这份的生命教育带给我自己的故乡台南。生命教育呢是芝姐也很重视的一环，那很有这个荣幸可以认识苏医师，是我生命里面很不一样的一篇乐章。那今天的活动呢，也希望现场的全体的师生，还有现场许多我们良友会的贵宾也都亲自莅临现场，包括我的父亲曾顺良，还有我的母亲曾黄碧霞女士，他们2位呢都抱持着这个很正面的心情来出席我们今天的这个盛会。那今天呢真的是感受良多，那在听这个演唱会的过程中呢，芝姐也落下了眼泪，因为苏医师对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贡献呢实在是不简单。那也恭喜玫瑰木乐团在今年荣获了我们教育部的社会贡献奖，那这是一个殊荣。那也希望有更多跟我们良友会一样的各界的好朋友，大家走着走着可以走在一起，为我们台南市民朋友带来更不一样的正面讯息。玫瑰木乐团主唱苏世阳，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病院急诊室主任，因为伫病院看到太侪生离死别，伊将工课时所见的真实故事编写成一首感人的歌曲，用音乐鼓励所有人伫面对困境时，永远莫放弃。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台湾云嘉南滨海产业文化观光协会共同举办观光圈媒合推广会，邀请产官学界互动交流，希望促进观光资源整合，提升观光的魅力。云嘉南沿海地区有侪侪龙鱼特产、地些美食含伴手礼，各观光景点嘛有游艇甲旅游优惠资讯。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台湾云嘉南滨海产业文化观光协会就办理观光圈媒合推广会。这个是我们家养殖的乌鱼子，想要把我们家的水产推出去。我们最主要是推鳗鱼的食农教育。到我们场域有什么好玩的呢？就是要闯5关才可以吃到我们的鳗鱼，带动这个每一个商圈的一个人潮，观光工厂，然后生意量也增加。会中有30多件业者参与，主办单位安排各地观光业者代表上台介绍地区特色，产官学界之间嘛交流讨论。同时，经济部借着商务媒合区的对谈机会，促成实际合作方案，和区域合作深化，共同打造观光新蓝图。建立这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小旅行哈，让我们国内外游客都能够来到我们云嘉南这边来旅游。我们长期也在辅导，我们培育了很多的优质的一个店家。今年第1次举办云嘉南的好，只有你们亲自来到这里，你才会感受得到。借着资源共享加创新合作，
斗阵甲分嘉南丰富的自然美景甲物产推广出去，打造成国内外旅游首选，吸引更较侪旅客造访。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高雄新兴区有一间经营26档的刀削面，坚持每一天用现做的面团现下现煮，让面条维持上佳好的口感。其中店家招牌番茄牛肉刀削面做法真够工，是甲牛肉甲柑仔米分开来煮，所以食起来特别利口，深受人客喜爱。老板利落地拿着刀子削现揉的面团，这家位在高雄经营26年的刀削面，从开业至今都坚持手削，确保吃起来的口感厚实有嚼劲。面团也都是当天现做现削，维持本身的品质。如果第一次到店里消费，店家通常会建议客人点小碗的就好，因为分量十足，加上吃起来非常爽口不油腻，深受高雄人喜爱。因为它的牛肉汤就是比较清淡。因为它有加番茄，很多的番茄跟青菜，所以说它的汤跟一般的牛肉汤不太一样，它就特别清淡，然后你就常吃不会觉得很腻，就这样。然后它的卤味也都是现做的，当天都是现做，其实卖完就那个，所以我常在这边吃。那个很 Q。面好吃啊，吃炸酱面、牛筋面、牛肉很好吃，我都常来吃。味道很不错啊，每一样都是可以，蛮好吃的啦。他们的牛肉面也好吃。哎呀，牛肉不错汤汁的话够浓啊。每天其实就是备料，早上来店里面备料的时候，就是我现场就是揉面团，然后揉面团就是营业的时候就是由我去手工削面。对，因为手工削跟机器削的差别是在于说，手削出来的面条的面体，每一条面条的棱角不一样，吃起来口感也会吃起来比较有扎实感。店家的招牌是这碗番茄牛肉面，很不一样的是，老板将牛肉与番茄分开熬煮，整体的口感较为清爽，也比较不油腻。顾客还会切点卤味搭配，各样的卤菜都是老板娘当天处理且限量供应。面店则由一家人共同经营，爸爸与儿子负责刀削面，妈妈与女儿负责卤味，一家4口共同合作，把一碗碗美味的刀削面带给顾客。本店大部分客人吃的都是，有一派客人喜欢吃的是番茄口味的刀削面，那我们的番茄它本身都是用牛番茄，然后一整箱去熬煮，所以把那个番茄的那个果肉跟那个果皮全部都是熬成泥水果泥的感觉，那吃起来口感就会比较绵密，那也可以吃得出番茄煮出来的茄红素。卤味其实都是我们早上母亲会去做卤味前置的配料跟动作。那其实有很多卤味的部分，客人也都很喜欢。分量足够，加上店家坚持手做，让每一碗刀削面都维持最好的口感。再来点店家自制的卤味，非常满足的一餐。店家用心的经营，让许多饕客每周报到好几次。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谢生和的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投资储值。